四方向都磕头，到处磕头这样子，我没有见过。不过我碰到一个小片段，是他们一个是把它拍下来的，土地公求到那种感激得到前人，感激银宝师磕响头，那个画面很令人感动，很震撼。当然，意味深长。感恩前人呢？感恩点名书、礼书、磕头，礼书、磕三个响头，很激动。还有跟陪他们人员，谢谢陪他们人员。保师那个保师周庭。好，谢谢大众。谢谢大众。为什么各位求道以后有这么激动吗？三口。所以说没有感觉嘛。好，谢谢老母。谢谢感恩老母。感恩老母。啊，见笑。好，谢谢。从以上两个实例哈，那种渴望求道的感恩，我们真的很汗颜。我们有身体，我们知道道的珍贵，感动一下子就过去。所以或许要再提醒大家，感动了后来行动，不然白听了啊。那司马光大仙在民国29年，他是老前人去度化的。那个我们讲义后面有提到，老前人在13页里面有提到，老前28年的时候，都每天去报志啊，去帮忙帮办，就看到很多大仙会。